咁我正一道號叫羅三子，係喺呢個天師道正一龍虎山裏邊嘅，主修呢一個平安道場同埋一啲祈福祭祀嘅法事，兼修呢個祝由，主要係以一啲護法啊同埋係醫病濟世嘅工作為主嘅。祝由術咧，源自係5000年前黃帝時期已經有㗎啦。咁所謂祝咧，就係代表祝咒、祝禱咁嘅意思。咁由就係代表病由、原委，就係以祝咒、符咒同埋一啲念動嘅方式去根治呢個病人嘅呢個病嘅根由。我哋嘅法器咧會係有法扇啦、老君印啦。另外我自己亦都有一件神兵法器，就係天鳳尺。對比其他坊間量產嘅天鳳尺咧，呢把天鳳尺係獨一無二嘅。喺法事裏邊，我都好常用，會用呢把天鳳尺去幫人嘅。道家其實好強調佢係不爭，因為修道其實本質就係要放下。而呢個比賽雖然係競爭性質，但係反而我覺得係學習係佢個軸心咯。所以我係好希望可以同唔同嘅學員同埋一啲師兄師傅係交流，希望將我哋道教嘅嘢可以帶入其他宗教，亦都可以將其他宗教嘅嘢可以帶入我哋道教。